咁時間亦都夠鐘啦，咁或者咧，我都準時開始，讓大家咧都喺預算嘅時間之內可以完成呢個講座。咁好歡迎大家嚟到今次嘅公眾講座啦。咁我係今次嘅講者，臨床心理學家 Amanda。今日咧，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手語譯者阿 Ham 同我一齊，讓咧呢個講座咧，除咗可以面向公眾之外咧，聾人朋友咧都可以獲到相關嘅資訊嘅。今日咧會好想同大家講一下呢個創傷後心理支援嘅一啲注意事項。其實點解會想講呢一個講座呢？個原因係咧，其實都睇到個社區上有一個嘅需要。不論係專業人士，好希望喺當中，即係喺呢件事當中有一啲嘅支援可以做到。大眾市民咧，其實都廣泛受到影響嘅。咁所以呢個創傷後嘅心理支援咧，除咗係針對受災者之外咧，其實亦都係針對咧每一個受影響嘅市民。而我哋作為咧香港嘅一份子咧，不論你係身處喺香港或者唔係香港都好咧，其實都會有唔同程度嘅影響嘅。咁所以我哋咧團隊都覺得呢一個嘅課題係重要嘅，因為喺創傷後嘅心理支援咧係有一啲嘅注意事項係值得去留意嘅，特別係避免二次創傷啦。點樣可以確保咧我哋去陪伴身邊嘅人，我哋去支援人哋嘅時候咧係安全嘅。所以今日其實咧，主要係講一啲安全嘅守則，點樣喺個支援過程咧係恰當嘅。而呢個嘅講座咧，除咗大家一路聽嘅時候，可能大家都帶住一個，我好想去幫其他人去支援其他人個心情之外，我都好想大家帶住一個，我都需要支援自己嘅一個導向去聽嘅。因為呢一個嘅心理支援咧，唔單止係我哋身邊嘅人需要，其實我哋自己都需要。希望今日嘅注意事項咧，可以幫助到大家更加有意識，有方向，咁樣知道咧點樣可以提供到一個心理支援咧，係特別喺創傷後呢一個嘅急症階段咧，係比較適合一啲嘅。咁重申一次啦，呢一次嘅講座咧，並唔係一啲嘅心理治療，或者唔會做任何嘅一啲情緒嘅 processing 啊、疏導嘅，因為喺一個急症嘅階段咧，其實亦都唔適合。所以你見我哋選取嘅字咧，係講心理支援嘅，並唔係輔導啊，亦都唔係治療。support 係啦，係一個好基本人同人之間咧，我哋相處嘅時候，我哋可以做嘅一啲嘅支援嘅一啲嘅事情，同埋嘅一啲嘅安全嘅注意事項。咁另外咧，呢一個講座咧，亦都記住咧，唔取代任何嘅一啲培訓㗎，亦都咧其實鼓勵大家咧唔好覺得咧，我要好心急要學一啲嘢，然後就去做一啲嘢。其實呢一個咁 reactive 一個咁反應式嘅一個狀態咧，都未必係最適合喺創傷後支援去做嘅嘢嚟嘅。咁所以咧，反而去鼓勵大家好好嘅去安頓自己。我哋知道有呢啲注意事項咧，bear in mind，咁其實已經好足夠啦。咁今日個流程咧會講幾樣嘢嘅。第一啦，就係創傷後心理狀態嘅一啲基本認識。呢個基本認識咧會好幫到大家去理解發生緊啲咩事。因為當創傷後咧，其實我哋大家可能已經有啦，經歷緊唔同嘅反應啦，或者都觀察到身邊嘅人咧有唔同嘅反應，有唔同嘅狀態。我哋咧可能會覺得好迷茫啊，唔知點算好啊，唔知係咩嚟。咁所以咧有一個嘅基本認識咧，都係重要嘅，讓大家有一個好嘅 foundation，再去做下一步嘅支援。第二咧，我哋會講一講創傷後嘅心理支援嘅一啲安全原則，亦都係今次講座嘅重點嚟嘅，係一啲安全守則。講緊嘅係咧，好唔去二次創傷，呢一個係我最希望咧喺呢一個講座可以帶到嘅一個信息嚟嘅。第三個部分咧就係關於自我照顧。咁喺一個創傷後嘅嗰個狀態咧，我哋點樣去照顧自己咧都係好重要。而自我照顧咧，亦都係作為照顧其他人咧一個好重要嘅基石嚟嘅。最後啦，就會同大家去講一講，咦，咁下一步點做？係啦，都有一啲嘅人事先都有提交到一啲嘅問題，就係，咦，咁我哋其實成個社區、成個香港其實點樣行去咧？咁呢個我都會稍稍去講一講嘅。咁咧，今次嘅講座咧係會錄影嘅。咁至於之後點樣去發放咧，我哋團隊都仲思考緊、商量緊啦。最主要都係考慮翻嗰個社區需要係點樣樣。咁但係咧，我哋會先錄影咗先，係啦。
咁然後再決定點樣去發放或者發唔發放啦。好，咁喺我開始呢4點呢啲內容之前呢，好想咧同大家先做一啲嘅安頓練習。好希望咧大家唔好視呢一個為可以 skip 嘅一個部分，可以跳過嘅一個部分。其實呢個安頓咧係極之重要㗎，不論咧係對於我哋自己嘅身心狀態又好，對於咧我哋去作為一個支援者咧，呢份嘅安頓係好緊要㗎。其實就好似我哋要扶一個人咁樣樣，如果我哋自己都企唔穩，自己都棘親，自己有一棵碌咧，其實我哋扶唔到側跟嗰個人嘅。而喺身心上咧，我哋的確可以有一啲嘢去做咧，去讓自己嘗試安頓多少少嘅，並唔係話要大家即刻好冷靜、好平穩，唔係咁嘅意思。但係稍稍咧個安頓，讓大家咧比較同而家個環境當下一刻接軌多啲咧，其實可以讓大家更加有力量、更加有智慧去判斷、去辨別點樣嘅支援係最合適嘅。咁所以咧都容許我咧同大家一齊去花少少時間去做一個安頓嘅練習。安頓練習嘅第一個部分，我會首先同大家做一個簡單嘅呼吸。我哋會用鼻吸、口呼一齊呼吸3下。口呼嘅時候咧，可以呼好長好長嘅氣，好似吹蠟燭咁樣樣。如果你覺得合適嘅話咧，邀請你一齊同我一齊做呢個呼吸，一齊鼻吸、口呼，鼻吸、口呼，慢慢呼啊。最後鼻吸、口呼。好，感謝大家一齊呼吸，好重要呢一個。第二個部分嘅安頓呢，我想同大家試下用五官去做一啲嘅安頓。我哋咧嘗試用我哋嘅眼睛啦睇到嘅嘢，鼻哥聞到嘅嘢，耳朵聽到嘅嘢，雙手啊皮膚接觸到嘅嘢，去做一啲嘅安頓。我哋嘅五感咧係好能夠幫助我哋做呢一件事嘅。如果你準備好嘅話咧，邀請你可以先用眼睛去睇下你眼前有啲乜嘢嘅物件啦。你甚至可以講出聲嘅，例如我眼前有一部電話，有盒糖，有隻杯。咁邀請大家咧，慢慢咁樣睇下眼前有啲咩物件，即係用個眼睛咧去望佢哋，可以望下佢哋嘅顏色啦、形狀啦，然後啦，如果用完眼睛之後咧，就可以用個鼻哥啦。我哋可以聞一聞四周圍嘅嘢，可能咧你咁啱有杯咖啡同茶，可以聞下佢啦。可能側跟有張被，又可以聞下佢啦，讓自己即係用個嗅覺咧去感知當下嘅環境多少少，或者係搽咗一啲 cream 嘅，又可以聞下佢。有時咧做呢個五感咧，啲人可能咧會用個頭腦好快做完就算。咁咧我哋嘗試咧慢慢放慢，真係讓我哋嘅五感感知到當下，咁嗰個安頓咧會比較有效嘅。好啦，眼睛鼻之後啦，我哋可以用耳仔。咁我哋咧可以用周圍嘅物件咧去整一啲聲音出嚟俾佢聽下嘅啫。可能聽到出邊嘅車聲啊，可以逐個聲音數下，或者咧聽下呢隻杯放喺台面上面嘅聲音，或者咧有啲人可能會打下手指咁樣又聽下呢啲聲音，又容許自己咧用耳朵呢一個感官咧去連接一下當下嘅環境。
咁然後咧，我哋可以用觸覺啦，觸覺咧又係摸一摸唔同嘅物件，佢嘅形狀係點嘅咧？係硬定係軟嘅咧？凍定係熱嘅咧？或者有啲咧，你攬咗會覺得好舒服嘅，你可以又用力，可能攬一攬個公仔，或者攬一攬張被，俾自己感覺到一份安頓嘅感覺，同當下連結嘅感覺。咁最後到味覺啦，味覺咧，如果你有一啲糖啊，你可以食一粒都得嘅，或者飲下水，飲啖咖啡，飲啖茶，即係感受嗰個味道多少少，唔好心急，容許自己慢落嚟，未必好習慣，但係容許嘗試俾自己一個空間，慢慢嘅感受翻，用五感幫自己去安頓。咁第三部分亦都係今次咧，我同大家做練習嘅最後一部分，就會係做一啲好簡單嘅身體嘅動作去幫自己安頓嘅。我哋咧最主要咧想喐一喐身體嘅關節，因為好多時咧，當我哋喺一個好作戰狀態嘅時候，或者係一個好急性一個壓力狀態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嘅身體咧會好繃緊嘅吓。咁我哋咧稍稍喐一喐，提醒一下個身體咧，其實我哋而家咧係安全嘅。咁可以咧，讓自己條頸左右望下啦，可以轉動一下條頸，眼睛都可以俾佢碌下，呢個都係咧可以幫助我哋比較咧能夠從一個 fight or flight 嘅 mode 度暫時離開少少嘅一個做法，然後可以轉動一下膊頭、手踭、手腕，然後咧可以踢一踢腳，等個膝頭咧又可以喐動一下。最後咧可以坐喺度嘅話咧，踩一踩個地下，踏踏腳咁樣樣，你自己咧 feel 到個人係在地嘅。呢一啲嘅安頓練習咧，其實係非常之重要噶，係好好咁樣可以準備到我哋喺一個狀態咧，係比較可以清晰，可以比較嘅安定。特別咧喺一個創傷後嘅心理支援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原因係我哋嘅安全感，我哋嘅安頓感咧，其實亦都會直接影響到對方嘅安全感同安頓感嘅。所以千祈唔好吝嗇或者去 skip 咗呢一個步驟，讓自己咧每次去同朋友傾又好，或者去想去支援其他人之前，都稍稍做一啲安頓。好多謝大家，希望咧頭先一個安頓嘅時間咧，可以讓大家都有一個稍稍喘息嘅空間，亦都希望大家咧可以稍稍感受到比較在嘅一個感覺。咁接住落嚟啦，就會開始講一講創傷後心理狀態嘅基本認識，第一個部分。咁我都再講一講呢個急性壓力反應係點樣樣啦。係當創傷發生之後咧，其實會好人之常情出現嘅一啲反應嚟嘅。可能大家經歷緊啦，又或者亦都目睹身邊嘅人經歷緊。喺個情緒上面咧，可能會覺得好驚恐啦、緊張啦、煩躁啦，甚至可能係低落啊，覺得好無力。亦都有啲人咧，可能會覺得好麻木都唔定嘅。咁喺個身體方面咧，可能會覺得好難瞓覺啦，可能胃口會轉變啦，可能已經唔係好記得食嘢吓，咁心跳可能會加速啦，呼吸亦都可能會比較短淺一啲嘅。喺認知層面咧，可能會覺得難集中吓，可能腦海咧會反覆出現啲畫面等等嘅。咁相信咧呢個急性壓力反應咧，大家已經聽過唔少噶啦。咁點解都需要知咧？或者我都希望提一提咧，就係有時我哋真係會唔記得咗㗎。有時當我哋喺個反應當中嘅時候咧，就已經開始，咦，忘記咗其實呢啲係人之常情嘅反應嚟嘅。
我哋咧希望咧可以認識呢一啲嘅反應咧，係一啲我哋身體保護自己嘅方式，因為咧創傷出現嘅時候，其實係一個危險嘅狀態。我哋嘅身體咧其實係好努力幫我哋去戰鬥啦，或者逃跑啦。而呢一個咧，呢啲嘅反應其實係幫緊我哋去保護自己嘅。雖然咧呢啲反應咧可能會令到我哋覺得好唔舒服噶，但係咧我哋嘗試去理解咧，其實我哋個身體好聰明，佢嘗試去幫緊我哋嘅。可能一啲嘅緊張啊，係幫緊我哋，咦？可能要繼續保持警覺喎，因為咧有機會可能仲有危險發生嘅喎。唔食嘢亦都係嘅，可能咧身體覺得，咦？暫時呢一刻咧生存緊要，咁所以咧可能食嘢呢啲咧就會變得次要一啲。心跳加速啊，呼吸急促，其實都係幫緊我哋去準備，可能要做一啲保護自己嘅嘢。咁所以咧，我哋嘗試去理解翻呢啲急性嘅壓力反應咧，唔需要覺得係唔正常啊，或者唔需要覺得係唔應該有呢啲感覺。雖然唔舒服嚇，但係咧都嘗試理解咧，其實佢係嘗試保護緊我哋嘅一個方法嚟嘅。有一個好重要一點咧，好想提醒大家就係，真係每個人個反應都好唔同。並冇所謂咧，應該要點樣或者唔應該係點樣樣嘅，千祈咧唔好去比較一啲反應。有啲人咧就可能會觀察到，咦，佢好似所謂冇乜嘢咁樣樣，呢個咧亦都係佢去保護自己嘅一個方式嚟嘅。有啲人咧可能佢個生活如常嘅，亦都有機會係佢保護自己嘅方式。所以咧唔需要覺得，咦，我哋應該要緊張噶喎，我哋應該要嬲噶喎，我哋應該要覺得唔開心噶喎，等等。冇一個所謂應該唔應該嘅，我哋信任咧，每一個人咧，其實都好努力，用一啲方式咧，其實係嘗試保護緊自己，去喺呢個咁大嘅事件入邊咧，感覺安全嘅。咁喺呢個階段咧，避免咧病理化，避免去貼一啲標籤。我哋唔需要話啊，咁樣咧就你係 PTSD 啊，你咁樣咧唔正常啊，咁樣唔好啊，唔需要。我哋嘗試真係從一個我哋理解翻人去面對創傷，就係會有呢啲反應去嘗試保護自己，就係咁樣啫。我哋唔需要咧急於去分析啦，去病理化啦，去貼標籤。我哋理解咗自己，當發生創傷之後會有呢啲反應。咁而除咗呢一個單一巨大事件，我哋會有一啲嘅創傷後心理狀態嘅反應之外咧，我都想同大家講多一個層面嘅一啲嘅創傷嘅認識。咁喺今次事件咧，我相信大家都可能有一啲嘅觀察，就係好多人都會提及咧，可能2019嘅事件啦，又或者講緊過去一啲香港嘅集體創傷嘅事件嘅。其實喺創傷知情角度咧而言咧，呢一個係好值得我哋去留意嘅部分嚟嘅。除咗單次嘅一個巨大重大嘅災難之外咧，其實仲有一個底層係一啲歷史性啦同文化有關嘅一啲創傷。咁其實咧，當我哋去經歷啲事件嘅時候咧，呢一啲嘅底層嘅創傷咧係容易會被觸發出嚟嘅。我哋會容易咧去感受一啲過去嘅感覺啦。可能咧一啲過去嘅一啲畫面啊，或者感受會浮面嘅。咁所以當我哋去理解呢個創傷嘅時候咧，除咗單次事件，我哋都意識到呢一個底層嘅一啲歷史性嘅、文化性嘅、制度性嘅創傷咧，其實都會浮面嘅。跟住落嚟咧，就想同大家講一講創傷後嘅心理支援嘅原則啦。相信咧，可能大家都唔陌生，但係我都好想反覆去再提醒嘅原因係咧，的確當我哋已經好接收緊好多資訊嘅時候，當我哋已經有好多嘢想去處理嘅時候，可能真係會忘記咗呢幾樣嘢嘅。三樣好重要。第一，安全穩定，呢個重中之重，因為創傷本身講緊嘅就係危險，我哋咧需要嘅係安全穩定。第二啦，會幫助到安全穩定嘅就係實際嘅支援，好基本嘅飲水、食嘢要有瓦遮頭。第三，連結，有人陪。你會睇到咧，其實創傷後嘅心理支援原則其實係一啲非常基本，但係其實咧我哋亦都未必好識得去建立呢個咁基本嘅安全感嘅一樣嘢嚟嘅。咁所以記住安全感、安全感、安全感好緊要。
咁而嗰個實際支援啦，即係講緊，咦，我有一個瓦遮頭，我有三保暖，我有覺瞓，誒、或者我有人陪，有人幫，其實呢啲都係建立緊個安全感同埋穩定感嘅。除咗呢三個原則之外咧，今日都想同大家分享埋創傷知情四個 R 嘅原則，因為呢個都係好息息相關嘅。第一個 R 咧係 realize 認知創傷嘅普遍存在。咁頭先咧，我去講解一啲嘅創傷嘅一個基礎知識嘅時候咧，其實大家已經建立緊呢一個嘅認知噶啦。我哋意識到咧，其實創傷咧唔單止係影響緊可能係受災嘅人啦、前線人員啦，我哋每一個市民，你同我，其實咧都有受唔同嘅創傷影響噶。頭先提到嘅講緊文化制度、歷史嘅一啲創傷啦，另外就係可以係每個人都有一啲個人嘅一啲創傷啦。今次咧呢一個事件，一個大型嘅一個事件嘅創傷，咁呢個其實係影響緊我哋每一個人。我哋先認知到呢一樣嘢先，認知到之後咧就 recognize。頭先亦都已經同大家做緊嘅，就係我哋開始辨識到，哦，其實呢啲係創傷嘅反應。點解我有呢一個嘅意識係咁重要咧？就係當創傷之後咧，其實我哋可能會接觸到一啲自己又好，其他人又好，一啲比較陌生嘅狀態。可能我哋會唔明啊，點解佢會唔出聲嘅咧？咦，點解佢會好似當冇事發生咁嘅咧？啊，點解佢會喊到得咁犀利嘅咧？又或者，哇，點解佢好似唔俾人掂咁樣嘅咧？如果我哋有呢個創傷知情嘅視覺，我哋認知到，我哋辨識到，其實都係同創傷有關。而創傷之後，我哋需要有安全感。每一個人咧都有唔同嘅一個 coping 嘅方法，有唔同嘅方式去嘗試去保護自己，去感覺安全咧。其實我哋會比較容易去理解同對方連結嘅。咁所以呢一個嘅 awareness，呢個嘅覺察同認知咧，都好想同大家分享。咁跟住到咧，就到第三個 R responder，就係可能大家咧都比較好想知嘅，就係咦，咁我點回應咧？咁回應嗰部分咧，我就會跟住落嚟去再講嘅。咁但係回應咧，我哋都係用創傷知情嘅方式嘅回應。創傷知情嘅意思就係我有呢啲嘅關於創傷嘅認識，我對創傷有一啲嘅理解，而呢一個嘅我呢啲理解咧會 inform 到我。去點樣去做一啲嘅回應。最後第四個 R，resist retraumatization 就係防止二次傷害。呢一個咧都好希望咧係今次嘅講座咧同大家講完之後可以謹記嘅嘢嚟嘅。因為尤其是喺創傷後啦，我哋個狀態咧真係會相對係高度敏感嘅，咁而亦都好容易再次受傷嘅。咁所以咧，而呢啲再次受傷咧，其實都會加深咗原本嗰個嘅傷害。咁所以咧，我哋其實咧係可以學習點樣去防止呢件事發生嘅。好，respond 啦，點樣回應咧？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幫助到即係對方有安全感啊？頭先講嘅一啲嘅聯繫感咧，咁我而家咧就會好具體去講一啲 do's and don'ts 嘅。首先講一啲關於安全感嘅嘢先。第一啦，大家可以好具體做嘅咧，就係幫助對方去遠離一啲嘅刺激。刺激咧可以講緊係一啲聲音啦，可能咧個環境好嘈雜嘅，好多人講緊嘢嘅，可以係講緊一啲社交媒體嘅刺激，好多嘅資訊嘅更新嘅，可以係講緊咧某一啲嘅物品咧，可能對當事人嚟講咧係一個刺激嚟嘅。咁呢一啲咧，我哋都可以幫助對方去做呢一件事，等佢咧喺一個比較小刺激，因為咧喺一個創傷嘅狀態咧已經好悶啦，你可以想象。咁所以咧，我哋盡量唔好再加嘢落去，我哋咧去 remove 去遠離呢一啲嘅刺激物咧，等佢容易啲安頓，同埋容易啲有安全感嘅。例如啦，我哋可以同對方講啊，不如我哋先飲一杯暖水休息一下，等你準備好先至再睇一啲嘅 update 啦。另外啦，同對方咧可以有一個適度嘅身體距離。喺創傷之後咧，其實我哋嘅身體咧都係一個好高度戒備嘅狀態嚟嘅。咁而每一個人咧覺得安全嘅身體距離都有啲唔同。
咁所以咧都值得咧去 check in 一下，問一問對方啊，其實我坐呢一度你覺得舒唔舒服？因為好多時咧，當我哋真係好想幫對方嘅話咧，我哋可能會好想去可能近啲啊，或者係可能會有一啲身體接觸，但係其實咧都係好需要咧去按翻當事人嘅需要。咁可以問一問就係啊，例如我坐喺呢個位置好唔好啊？你覺得舒唔舒服啊？我需唔需要點樣去調整？或者甚至乎都可以問一問啊，如果我搭你膊頭，你覺得 O 唔 OK 噶？我可唔可以咁樣去安慰你噶？可唔可以噶？去問翻對方，其實一個舒適嘅身體距離係乜嘢嘢？如果唔係咧，其實對方咧都真係會好驚弓之鳥嘅狀態，會好驚嘅。其實。另外啦，我哋都可以準備一啲安頓嘅小工具啦。今日同大家有做到一啲嘅小工具，其實大家都可以去一齊同對方去做嘅。頭先講到簡單嘅鼻吸口呼啦，記住呼長個吸，其實就可以噶啦。咁然後第二就係用五感去連結翻即係現實嗰個環境啦。第三咧就係可能喐一啲關節，咁其實已經 OK。咁例如咧，我都會建議，例如咧可以帶定一啲好一啲酸嘅糖啊，一啲嘢飲啊，可能係薄荷茶啊等等呢一啲。其實呢啲小工具咧都會幫助到大家安頓嘅。其實呢個過程咧唔單止係幫對方安頓，亦都幫你自己去安頓。跟住嗰個點咧就係講緊多啲加小休入去。點解會講呢一樣嘢咧？中間要多啲 breaks 咧？因為喺創傷後嘅心理支援咧，大家可以想象個狀態，大家都好熱切啊，好想去傾好多嘢，或者咧好多嘢要處理。但係其實咧，當事人想象一下咧，其實已經處於一個好脆弱嘅狀態，其實好攰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可以有意識咁樣咧，喺中間加多少少 break。可能咧傾咗半個鐘左右，或者陪咗佢半個鐘，9個字左右就問下啊，不如我哋唞一唞好唔好？其實呢個小休咧，唔單止係幫助到對方，其實個身體都可以有一啲喘息嘅空間，或者有一啲嘅休息嘅時間，唔需要覺得誒好似要一路講啊，或者係點樣樣。而其實亦都幫你自己去 pace 你自己嘅吓，咁所以咧可以有意識咁樣提自己，我可以中間放多少少 break，唔好睇少呢啲嘅 break。唔好睇少呢啲安頓嘅時間，都係咧每一次都係幫自己稍為嘅安頓同埋 reset 咧，讓你係更加可以準備得更加好，更加有空間，更加穩陣咁樣去支持對方嘅。另外有一點咧，都想同大家去分享就係可以試下預先去設定一個安全嘅傾談範圍，呢個都係幫助到安全感嘅。個原因係咧，有陣時我哋可能去傾咧，對方又唔知應該傾幾多啦，或者我哋自己都唔知應該傾幾多咧，其實都會有啲緊張同埋唔不安嘅。咁所以可以咧，我哋一開始傾談嘅時候已經講定就係啊，不如我哋今日講一講，可能有一啲資源我哋點樣揾去 support 到你啦，或者係啊，今日不如同你傾下有冇一啲生活上面嘅安排需要人幫手㗎，或者啊，不如我哋今日傾下有冇一啲人係合適係可以揾嚟幫手嘅。咁我哋可以預先咧有一個咁樣嘅範圍咧，其實係幫到大家都有安全感嘅吓。咁大家都會問啊，可能就係咦有陣時咧，未必係我去主動去問對方嘅一啲創傷細節。如果係對方主動講嘅時候，咁可以點做咧？咁呢一度咧，我都想分享一啲嘅方向咧，等大家可以知道可以做，係幫助到對方繼續感覺到安全嘅。因為其實如果當對方咧自己主動去講一啲創傷細節嘅時候咧，其實佢都會處於一個比較脆弱嘅狀態嘅。咁所以咧，當呢個時候咧，我哋盡量咧保持嗰個語氣係平靜啦，繼續有一個開放嘅身體語言啦，唔需要覺得咧要即刻啊，好似要控得好埋啊，或者好緊張啊。咁其實呢個對方都會 feel 到呢個去保持平靜同埋開放嘅身體語言咧，可以讓對方感覺到哦，原來我咁樣講咧，唔會嚇親人嘅。我咁樣講咧，唔冇做錯嘅吓，我可以即係原來係 OK 嘅。咁呢一個保持平靜啊，開放身體語言都會有幫助嘅。但係咧，我哋唔需要去追問吓，對方自然講多少就聽吓，亦都唔急於去阻止。點解我講話唔急於阻止咧？就係如果當你係已經超出你嘅範圍，或者有我陣間會再講多少少，其實我哋係需要暫停嘅。
咁但係我哋唔急於阻止嘅原因咧，係因為我哋都唔希望對方覺得，咦，點解我一講就俾人停我嘅？我係咪做錯嘢啊？我係咪嚇親人啊？咁呢個好急住去阻止咧，其實都會令對方覺得，誒，好驚啊！我係咪做得唔啱咧？或者佢都會覺得原來講呢樣嘢係唔 OK 㗎，原來係唔安全㗎。咁所以咧，如果當對方主動講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嘗試提醒自己，保持平靜啦，開放，唔追問，但係唔急於阻止嘅亦都。同一時間啦，就係如果咧開始觀察到對方講嘅時候，可能個情緒開始升溫啦，可能呢個身體肢體語言都話俾你聽係越嚟越緊張，呼吸變急促啦，可能講嘢開始比較混亂一啲啦，可能咧甚至眼神都開始空洞唔喺呢一個空間度嘅，好似咧同個現實有少少脫軌嘅時候咧，咁我哋就可以慢慢去溫柔咁邀請對方慢慢咁樣暫停啦。同佢咧去慢慢讓身體回復翻一個比較安全嘅狀態，都可以做頭先講嘅一啲安頓嘅練習嘅。另外啦，亦都坦誠去，當對方咧已經相對平穩嘅時候咧，去坦誠翻自己嗰個限制就係去可能提議翻就係，咦，其實我聽到咧，其實呢一樣嘢對你嚟講都重要，但我擔心咧，我個能力所限咧，我未必係最可以支持到你，甚至我擔心我會唔識得處理，或者我擔心咧，我會令到你唔舒服。咁所以咧，我可以陪你去揾一啲適合嘅人士，一啲專業人士去支援你，好唔好啊？咁樣樣。咁所以咧，呢一個部分咧，都希望係記住都係安全感為主嘅。如果咧你覺得已經你一聽到嘅時候開始有啲唔係好肯定嘅時候咧，其實你已經可以表達呢一個限制噶啦。但係記住咧，係慢慢講嘅，好慢，好平穩咁樣去講。呢個會幫到對方咧，覺得清楚嘅，有安全感，知道哦，你唔係覺得我咁樣講唔好，你唔係俾我嚇親，然後我亦都好清楚可以知道，哦，原來你會陪我揾啱嘅人幫手嘅，咁呢個就好重要啦。咁講完安全感之後啦，咁關於連結，我哋點樣可以做一啲嘢去幫助你同對方嗰個連結呢？或者幫助對方感覺到有一個連結呢？咁首先就係肯定感受啦，去聆聽啦。當對方講一啲唔同嘅感覺，可能係好嬲、好唔開心、好驚、好內疚、好自責嘅時候，我哋都可以去聽到就係，咦，經歷咗咁大件事，有咁嘅反應都可以理解啊。係啊，聽到你好嬲啊，聽到你好辛苦啊，聽到你好難受啊。記住咧，唔好去否定對方嘅感受，亦都唔需要去分析太多嘅，聆聽啦，去 validate 啦，呢個好緊要。另外咧就係俾對方去決定講幾多，唔好咧係即係逼對方講，係啦，所以都可以讓對方感覺安心嘅，就係就算你唔想講咧都冇問題嘅。然後咧都可以用一啲簡單嘅句子，係啦，呢個都有助連結嘅，因為咧當已經好超載嘅時候啦，即係嗰個情緒負荷已經好大嘅時候咧，如果講一啲好複雜嘅嘢，其實都會好難去接收。咁所以咧，我哋用嘅句子咧比較簡單直接，咁其實都會幫助到你同佢去溝通嘅。我攞杯水俾你好唔好？你坐一坐喺度，我轉頭過嚟，我拎啲乜嘢俾你。其實就係啲好簡單嘅句子就可以啦。最後啦，嗰個連結咧，唔係淨係同你嘅，都可以嘗試一下 explore 下咧，點樣可以連結佢同唔同嘅陪伴者。因為可以想象呢，一個人經歷咗創傷之後咧，其實需要唔同類型嘅支援啦，可能需要唔同類型嘅陪伴啦。咁其實如果有唔同嘅陪伴者咧，都可以大家互相補位啊，可以互相去支持大家嘅。咁所以咧，我哋可以積極咁樣去問下有冇一啲人其實你都覺得安心可以揾佢幫手噶？咁可以咧，讓唔同嘅陪伴者咧，有唔同角色、唔同嘅參與。咁呢個都可以讓當事人咧感受到有一個支援嘅網絡嘅。咁講完連結啦，跟住落嚟就會講一啲可以幫助對方有掌控感嘅嘢啦。因為喺個創傷入邊咧，或者經歷咗創傷之後咧，其實會覺得好冇得控制嘅，好危險啊，係好 unpredictable，好難以預測。咁所以咧喺創傷後咧，可以慢慢慢慢咁樣去協助當事人咧，有多少少嘅掌控感。呢個咧亦都係幫助佢感覺安全同埋穩定嘅。
第一啦，我哋做一啲嘢嘅時候咧，我哋要獲得當事人嘅同意，要有佢 consent 嘅。我哋咧盡量都，我哋唔好去即係自己去決定對方需要啲咩，亦都唔好自把自為。我哋咧如果去多啲去問對方嘅同意咧，其實對方會感覺到非常之被尊重啦，同埋佢係有 say 嘅，佢係可以去有一啲嘅 control 嘅，有個 sense of control 嘅。例如傾任何嘅嘢之前，都可以問一問啊，我可唔可以同你傾一傾資助嘅安排啊？啊，我可唔可以拍下你膊頭㗎？呢啲好簡單嘅句子咧，其實已經可以係獲得當事人嘅 consent，亦都係讓對方感覺好被尊重嘅。另外啦，保持一個透明度都重要嘅，因為有陣時咧有好多事情發生緊啦，可能有好多人喺度支援緊啦，其實對方都會覺得好亂，唔知發生緊咩事，覺得都會擔心噶，係啊。咁所以有個透明度咧，其實都會幫助到對方有個掌控感嘅意思咧，就係俾佢都知道大約發生緊啲咩事，例如啊，而家咧啲消防員嚟係做緊啲乜嘢嘢嘅，啊呢個人嚟咧其實係做緊啲乜乜乜嘅，哦呢一個嘅。我而家同你講呢一樣嘢咧，係因為乜乜乜乜乜嘅，其實都可以保持一個一定嘅透明度，讓對方知道你哋喺度做緊啲乜嘢嘢。咁呢個都會幫助到覺得安心嘅。例如啦，可以簡單嘅一啲溝通就係啊，我1個鐘之後咧有啲嘢會處理，跟住咧阿 Y 就會過嚟陪你噶啦。咁呢一個咧都會俾對方啊清楚，哦知道，OK，我知道咧原來係咁樣樣嘅，而唔係咧被安排好多嘢，然後唔知道發生緊咩事。跟住咧就係提供選擇啦。除咗保持透明度之外咧，呢個提供選擇都好重要嘅，俾對方覺得有得揀。呢一個亦都係幫助到嘅掌控感。可以係一啲好微細嘅選擇，例如係啊，你想我幫你買嘢啊，定係陪喺你身邊啊？係你想我陪你定係佢陪你啊？你而家想食粥定係飲湯啊？你而家會想呢樣定呢樣啊？如果我幫你咁樣好唔好啊？有陣時可能對方未必可以做到決定嘅時候，或者佢覺得嗰個決定對佢嚟講都困難嘅時候，簡單嘅 yes or no 都 OK。我俾杯茶你啊，好唔好啊？好，咁都係一個讓對方有得選擇嘅一個過程。下一步咧就係具體支援啦。具體支援咧就係講緊一啲好 tangible 實際嘅一啲安排嚟嘅，衣食住行有關嘅唔同嘅資源，可以係一啲金錢上啊、住屋上面啊，係啦，一啲物資上面嘅安排都得嘅。咁所以咧都可以係去同佢一齊去做一啲實際嘅，其實好幫到手，因為喺一個已經經歷咗咁大件事之後咧，其實真係可以去 handle 事情嗰個 capacity 嗰個嘅承載力係少好多，因為個身體咧已經係一個好驚弓之鳥嘅狀態啦。佢首要就係要安全，咁佢亦都真係喺一個狀態係未必可以 handle 到好多嘢嘅時候。如果我哋可以做到一啲好具體、好具體嘅 support 咧，係非常之 meaningful 嘅。咁而我亦都會鼓勵大家可以因為我會留意就係香港人其實好怕打攪人，所以亦都可以主動同對方講就係啊，你有啲咩需要咧，你可以放心同我講，你唔使驚打攪到我嘅。因為好多時咧都會我觀察就係，尤其是香港人都真係好驚會阻住人啦，好唔好意思啦。其實咧去揾人幫手都係比較會好多猶豫嘅。咁所以我哋都可以主動講多句，就係唔使擔心打攪到我啊，我好樂意去支持你啊，你放心話俾我聽啊，咁我會同你一齊去面對，我同你一齊去揾。跟住落嚟咧，頭先講咗一啲嘅 do's 啦，好多我哋可以做嘅嘢。咁有啲咩我哋係唔好做嘅咧？咁就係一啲基本嘅安全守則，係啦，就係唔好去追問細節啦，唔好叫對方去重述一啲經歷啦。可能咧，大家都已經有從唔同嘅人身上都知道呢一點係非常之重要噶啦。咁所以咧，即係避免去話啊，唔好收埋啦，你見到啲咩啊，講出嚟啦，咁樣唔需要去追問，唔需要去重述嘅。其實真係 focus 頭先講嘅一啲事情咧，已經非常非常之足夠。另外咧，唔好強行去即時提供協助啦，因為有陣時對方真係可能未必有任何嘅需要嘅。我哋咧唔需要夾硬嚟嘅呢一個。其實如果我哋夾硬嚟咧，都係會有影響對方個掌控感同埋安全感嘅。另外啦，避免去否定情緒啦，一啲嘅毒性嘅正能量啦，俾假希望呢啲都係需要去避免嘅。
有一啲例子就係啊，你算好好彩啦，你，唔好喊啦，你要堅強啊，天無絕人之路嘅，好快會過噶啦，咁樣。咁呢一啲咧，其實喺創傷後咧，都唔係一啲好有幫助嘅一啲說話嚟嘅，甚至咧，其實係會俾到對方有一啲羞恥感。如果我哋叫佢唔好喊咧，其實佢可能會覺得，我喊係咪唔啱嘅咧？我咪唔應該喊嘅咧？吓，又或者我係咪唔應該有某一啲嘅感受嘅咧？咁我哋好希望咧，俾到一個空間，對方係覺得安全可以表達，而唔會覺得好羞恥嘅。咁所以咧，我哋避免去否定啦，避免去講一啲好毒性正能量嘅一啲嘅句子啦。另外啦，就係一個喺一啲創傷支援上面咧，其實都會常出現咧，就係好容易投射咗個人嘅情緒喺對方身上。因為咧，當我哋尤其是可能我哋好陌生嘅嗰個情況，我唔係好知點樣去同呢個朋友傾喎，佢好似好辛苦咁，我又唔知點算好。咁可能咧，我哋又想幫喎，咁我哋咧好容易會投射咗自己嘅嘢喺對方身上。咁呢個咧，其實都會有機會造成傷害嘅。咁例如係啲咩咧？就係、你咁樣咧，我好擔心啊，不如你冷靜啲先啦。又或者，哎呀，我以前咧唔講仲衰啊，你唔好學我啊。又或者，你唔好喊啦，你睇下啲人望住啦。或者，我好明白你啊，我以前都係咁噶。但其實咧，大家會留意到咧，呢一啲句子咧，其實 it's not about that person，唔係講緊對方嘅，係講緊你自己嘅吓。其實咧，擔心嗰個係你啦。你人哋喊嘅時候有人望住，你覺得唔好意思嗰個其實係你咯吓。但係咧，我哋好容易會將自己一啲嘅個人經歷咧，可能投射咗喺對方身上咧，其實呢一個都會影響對方嘅安全感嘅。另外啦，就係咧，避免去提供一啲錯誤嘅心理技巧同埋治療性嘅對話，係啦，唔需要頭先都有講過，就係一啲標籤啦，呢啲 PTSD 啊咁樣樣，其實咧對方咧喺呢一個狀態咧，佢真係會好緊張，其實佢自己都已經好驚噶啦，佢自己有呢啲唔同嘅反應嘅時候，其實佢已經好唔舒服。其實呢一啲嘅標籤咧係唔係好有幫助嘅喺呢一個階段。同埋再 clarify 一點咧，再澄清一點咧，就係頭一個月嘅反應咧，唔係 PTSD 嚟嘅，係啦。咁反而係一個月之後，如果呢一啲反應繼續持續咧，而個影響係好大嘅話咧，咁其實先至構成係 PTSD。所以呢個時候咧，唔需要擔心要覺得要用啲乜嘢心理嘅技巧嘅。甚至乎咧，我真係會好鼓勵大家 stick to 好 basic 嘅 grounding 嘅一啲練習就好足夠啦。除非真係大家已經有練習過嘅，好熟悉嗰個方法嘅，真係對對方嚟講係一個安全嘅練習。否則咧，唔需要咁急於去 pick up 一啲新嘅方法去教對方，唔需要咁急於去 pick up 一啲方法自己去用嘅吓。例如包括可能self compassion 啊。等等呢一啲，其實咧，如果你本身係冇一個了解或者冇真係學習過咧，其實呢個階段唔需要心急去學呢一啲嘅技巧咯。尤其是咧，有啲人今日咧，我哋都有出到一個 post 去講，就係其實喺呢個階段適唔適合去做一啲嘅寫作啊，或者畫畫咧，其實都好視乎即係點樣做嘅。咁所以如果唔肯定嘅情況底下咧，建議 stick to 最 basic 嘅嘢。食飯、飲水，身體層面嘅舒適，有人陪嘅一個安全感就已經好足夠啦，係啦，唔需要去擔，因為咧有陣時一啲嘅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喺一個階段咧，如果做一啲 processing 咧，其實係危險嘅，咁呢個都想提一提大家。另外啦，就係如果有一啲你其實唔係好肯定同埋唔係好熟悉嘅問題咧，唔好夾硬答。其實你可以照同佢講，就係話呢樣嘢我唔知，不過我可以試下揾個答案。我呢樣嘢我唔係好肯定，我可以嘗試去查一啲資料。咁就唔好講一啲自己唔肯定、唔熟悉嘅嘢，因為呢啲都係會令到當事人覺得比較覺得更加混亂啊，或者更加唔知點算嘅。咁所以唔肯定咧，你反而好好肯定咁話俾佢聽，我唔肯定咧，呢個係對佢嚟講仲有安全感過你可能唔肯定，但係勉強去答咯。另外啦，就係唔好提供一啲未經證實嘅資訊啦，都係唔好去即係增加一啲嘅刺激俾當事人。咁呢一啲咧，都係我哋可以留意嘅嘢嚟嘅。
最後啦，呢一個安全原則，對所有人都適用嘅，不論你係專業人士也好，唔係專業人士也好，總之係超出你能力範圍嘅咧，就可以考慮揾其他支援嘅嚇。點解我會強調係專業人士都需要留意咧？其實唔係專業人，唔係話一係專業人士咧就識得處理嘅，因為創傷後嘅支援咧，的確係一啲比較有一啲專門嘅一啲嘅知識啦。或者一啲技巧啦，或者一啲方法，有好多好微細嘅需要去留意嘅。咁所以咧，你可能會問啦，咁我點知係超出自己能力範圍咧？其實你問得呢條問題咧，已經你去有少少猶豫啊，係即係你開始猶豫，呢個係咪我識嘅嘢嚟嘅咧？其實已經係一個 indicator，係唔係你能力範圍以內嘅嘢。咁所以咧，我好建議咧，就係如果唔識咧，唔好強行支援，stick to 頭先講嘅安全感。實際支援陪伴就非常之足夠。另外咧，就係如果留意到對方開始有一啲即係傷害自己或者其他人嘅風險咧，呢個都係好需要咧去轉介翻適合嘅服務，去有一個適切嘅支援俾對方嘅。最後啦，就想同大家講一講自我照顧嘅方向啦。第一就係讓身心休息，滿足基本需要，唔好睇小基本需要嘅重要性。佢基本得嚟，亦都好唔基本嘅。個意思係我哋好容易就忽略呢一啲嘅嘢。咁所以記住，真係讓自己去好好咁樣去作息啊，繼續去留意自己嗰個狀態啊，攰就去休息啦，冇問題嘅，唔需要覺得一定要做啲乜嘢嘢嘅，唔需要咧俾嗰個。即係我哋喺呢個狀態，其實都好容易咧，有一唔同嘅感受去驅使我哋好想去做一啲嘢。但係其實我哋亦都可以認知到咧，我哋去容許自己休息咧，都係幫緊成件事嘅。因為咧，我哋好需要咧，大家咧去好好休息啦，好好照顧自己啦。其實我哋先至有更加大嘅力量去照顧個社區。咁咧，針對今次嘅事件咧，就可以適時咁樣讓自己暫時去睇一啲嘅新聞啦。因為呢一個的確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刺激嚟嘅。咁讓大家其實真係好好多人都講啦，但係其實真係要嘗試去做，嘗試揾一個 buddy，揾一個伙伴同你一齊去互相提醒也好，甚至乎咧可能講緊嘅係喺 IG 度 set 翻一個時間一個 timer。俾自己有個提醒，或者 set 個鬧鐘，或者 set 某一個時間去睇 message 嘅。咁呢一個都會幫助到你有多少少空間去照顧自己。如果有需要去揾一啲信任嘅人去傾談啦，係繼續保持進食同埋睡眠，盡量啦，係都知道唔容易嘅。咁另外就係去揾一啲信任嘅人去做一啲嘅情緒支援啦。咁都想咧，除咗去講就係啊，我哋作為如果大家係專業人士嘅話，我哋作為專業人士要有一啲安全守則要去知啦。我都好想講咧，就係我哋接受人哋支援嘅時候咧，我哋都可以有一個能力，係做一個精明嘅，唔係消費者啦，即係一個精明嘅一個接受支援嘅人。我哋去分辨一下對方其實有冇呢一個安全意識，其實呢個都會保護到你自己嘅。你可以咧一齊去，即係當人哋支援你嘅時候，你都可以去辨別一下，咦，對方咧有冇即係幫我穩定咗先咧？有冇佢好急於去探索個創傷嘅內容咧？對方咧有冇以我嘅安全為優先咧？定係佢好似比較着重要釋放啊，或者要 process 我嘅情緒咧？佢有冇尊重我嘅步伐界線同埋自主嘅選擇咧？即係例如當我 say no 嘅時候，佢有冇尊重咧？佢有冇都容許我慢慢去講我自己想講嘅嘢咧？佢有冇咧留意到其實我開始 overload 嘅狀態咧？佢有冇識得放慢或者去有一啲嘅安全措施，慢慢同我去安定落嚟咧？咁呢個咧希望咧都除咗係我哋去做支援者嘅時候，我哋要提醒自己，其實我哋都會被支援噶嘛。咁所以我哋被支援嘅時候，都可以學習去分，其實對方其實有冇呢一個意識去安全咁樣去支援自己嘅。呢個咧都係應用喺不論係咪專業人士身上都係。咁我都咧必須要講，其實真係會有一啲專業人士佢未必有呢一個意識嘅。咁所以我都鼓勵，如果你係去求助嘅話，你係求助者嘅話，你都去考慮埋呢一個部分吓。希望咧可以幫到你去真係得到一個適合嘅照顧嘅，而喺個過程咧，即係避免一個二次創傷嘅機會。
自我照顧點解咁重要咧？我都雖然長期都係要講噶啦，因為都係好常被忽略嘅一環嚟嘅。因為咧真係要衡量咗自己嘅狀態同能力咧，先至會提供到適切嘅支援嘅。用翻一開始嘅比喻就係，如果我哋都未企穩兩隻腳咧，我點樣去扶人咧？啊，或者我個身體都要有相當嘅 strength，相當嘅力量，其實先扶到另外一個人嘅。咁所以必須要衡量自己啦，個狀態啦。咁要知道咧，自我照顧絕對唔係一個自私嘅表現嚟嘅，而係一個非常非常之負責任嘅表現嚟噶。因為當我哋冇照顧好自己，而就去即係衝出去幫人嘅時候咧，其實係會比較大機會，個 decision making 嗰個做決定嘅能力會下降啦。我哋能夠睇清楚對方需要嘅準確度會下降啦，甚至乎我哋咧唔覺意傷害到對方嘅機會咧，其實都係會高啲嘅。咁所以咧，希望大家意識到，即係呢個係負責任嘅表現嚟嘅。同埋咧，大家作為社會嘅一份子咧，作為香港嘅一份子，其實你哋每一個人嘅身心健康同安全感都係好重要嘅。其實我哋自身嘅安全感同健康咧，係會幫助到嘅社區嘅。希望大家都可以容讓俾自己一個准許去照顧自己。咁下一步啦，針對大埔嘅火災啦，其實第一個月咧都會比較需要咧去集中翻喺一啲基本需要嘅安排啦，協助處理事務為主嘅，因為其實有好多事情要處理，暫住啊，可能要好多嘅溝通啊，好多嘅 coordination 啊，又或者如果係喪親嘅，可能有好多身後事嘅嘢要去處理啊，其實係一個都幾仍然係一個好多嘢要處理一個好忙碌嘅狀態嚟嘅。咁所以我哋如果可以去支援嘅話咧，其實就 focus 喺呢一啲嘅基本需要啦，繼續去幫手做一啲具體嘅處理事務，一路去陪伴咧就好足夠啦。咁至於中期、長期啦，咁咧亦都會有一啲人可能咧嗰個身心狀態個影響會遲啲出現嘅嚇。咁而中長期咧可能會比較睇到可能邊啲人咧可能比較受創傷影響啦，有機會係 PTSD，有機會係一啲哀傷嘅一啲嘅情況，咁可能咧就要需要一啲比較針對性嘅支援啦。咁所以如果有一啲嘅同工或者專業人士希望喺呢一個部分出一分力嘅話咧，都鼓勵大家其實可以裝備一下自己啦。因為創傷同埋哀傷嘅支援咧，都係一個好專門嘅一個支援嘅部分嚟嘅。另外啦，呢一次火災相信都會牽涉一啲嘅賠償安排啦，一啲好多嘅行政嘅程序或者法律程序嘅。其實呢啲程序本身咧，都已經係好容易出現二次創傷嘅。例如係講緊個過程咧，有機會出現一啲唔合理嘅情況啊，或者一啲好唔公義嘅情況啊，其實都係好傷害嘅。咁或者我哋都可以咧，去盡量去陪伴當事人啦，或者我哋身邊即係如果係受影響嘅人，其實點樣可以確保可能去傾一啲賠償嘅時候，或者 go through 呢啲法律程序嘅時候，有多啲嘅陪伴啦，可能確保個律師咧係比較有意識嘅，比較溫柔一啲嘅嚇，或者係喺個可能未必需要佢直接去對話太多嘅，可能咧文字又會比起直接去對話咧會容易一啲嘅。其實呢一啲都係一啲微細嘅調整咧，可以令成個 process 咧冇咁 traumatizing 嚇。個意思係可以都係仍然有一個安全感喺度嘅。最後一點咧，想講就係要有一個持續穩定嘅同行。點解咁 emphasize？我哋見到煲咗又橙色咗呢個字嘅原因係，好希望呢一個嘅支援啦，或者創傷後心理支援嘅呢個意識咧，唔係只係嗰一刻嘅。一個非常之持續穩定嘅同行咧，其實對於當事人嚟講係極度重要同埋極度有力量嘅。咁所以咧，呢個絕對唔係一個一時三刻，我哋而家就去幫啦，或者去做好多嘅嘢，而係咧其實真係講翻就係自我照顧嘅重要就係，其實我哋真係要有意識去照顧自己，先至可以持續到咁樣去做一個同行者嘅。咁有朋友問到啦，就係其實整體香港成個社會未來嘅日子點樣行落去咧？我覺得呢個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問題。今日咧未必會好深入咁樣講太多，但係我都即管咧去提出一啲嘅方向。我哋一齊去共建
一下，其實之後點樣去做。因為大家都好睇到呢一個嘅大埔火災，其實唔係一個獨立嘅一件事件，而佢已經係一個香港嘅一個集體創傷嘅事件，亦都咧掀起咗好多即係以往嘅一啲制度、歷史文化創傷嘅一啲嘅傷口。咁所以咧喺整個香港嚟講咧，我哋會即係都好相信咧，其實有一個安全嘅空間去哀悼同埋表達情緒咧係重要嘅。咁而的確咧。呢一個空間係越嚟越少嘅。點解我亦都強調係一個安全嘅空間呢？就係其實要有一個安全嘅空間去表達，都係唔容易嘅。咁所以如果在座如果係有一啲係專業人士同工嘅，我哋去一齊學習點樣去有一個創傷知情嘅空間，真係安全嘅空間去讓大家去哀悼，讓大家去梳理嗰個情緒。咁呢個係需要學習嘅。然後我哋一齊去學習點樣去承認同埋容納唔同嘅痛啦。呢一個痛咧，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存在噶啦。不論係唔同嘅痛，唔同事件嘅痛，係啦，我哋可能日常生活需要去照顧唔同嘅事情，所以我哋暫時擺埋咗一邊，因為我哋又好犀利，我哋又可以繼續咧去要做眼前嘅嘢，但係同一時間我哋要知道咧，其實個痛咧仍然喺度嘅。我哋咧慢慢慢慢好安全嘅，逐漸嘅，慢慢慢慢咁樣去俾自己去學點樣去 contain，去容納，慢慢去面對翻呢啲嘅感受。我哋咧亦都可以一齊慢慢去建立一個集體療愈嘅能力嘅。呢一個咧，我非常之 advocate for，即係我係非常之相信咧，呢一個絕對唔係專業人士嘅專利，或者唔係淨係專業人士都可以做。而係咧，真係每一個人都可以學習去聆聽。我哋學習有一個集體療愈嘅意識，有一個集體創傷嘅意識。我哋有創傷知情嘅意識。其實呢一個咧係可以慢慢 build up 到成個社區嘅一個療愈嘅能力噶，以至到咧我哋唔係完全嘅癱瘓，咩都唔做。我哋慢慢咧去內在嘅一啲轉化咧，其實係會帶動社區嘅轉化嘅，包括可能係。我哋會更加睇到自身嘅力量啦，我哋會更加睇到自己嘅能力可以做到啲乜嘢嘢，一點一點持續咁樣喺社區度做，唔需要咧話有一啲嘅事件，大家一齊一次過做，更加重要係日常生活點樣去慢慢慢慢去建立呢一個能力，然後我哋都可以學習一齊去承載同埋前行啦，我哋繼續去睇有啲咩可以做嘅，繼續可以去面對。繼續去學習睇到呢個社區嘅需要，然後去回應呢啲社區嘅需要。有啲唔公義嘅地方，我哋盡量揾一啲空間去有一啲行動去做改變。另外就係建立一個友善嘅環境啦，同埋一個創傷知情嘅文化。其實喺香港生活咧，係好容易咧，日常生活咧已經有好多好多微細啊，或者大大小小嘅傷口嘅。其實我哋咧都可以由自身開始啦，或者同身邊一啲比較信任嘅人開始去建立呢一個友善嘅環境，呢個創傷知情嘅文化，其實係會更加幫助到我哋香港人整體嘅療愈嘅。咁所以呢一啲係一啲嘅想法啦，都想同大家分享。而我係 hopeful 嘅，我係好希望，衷心希望，亦都衷心相信，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用一啲嘅時間，慢慢慢慢慢慢去學習。希望個學習咧唔係停留喺今日嘅，而反而係今日我哋可能有一個對自己一個承諾咧，我哋之後繼續去面對同埋去學習呢啲相關嘅能力，讓我哋咧都可以繼續持續穩定咁樣咧為大家去同行嘅。好，咁今日嘅講座咧就啱啱好一個鐘，我都冇乜點睇時間。好，咁咧就真係啱啱好嚟到呢度啦，都好多謝咁多位參加者300幾人一齊咧去學習呢個課題，係好珍貴，我亦都非常珍惜每一個嘅參與。好希望咧大家可以今日學習到嘅嘢，如果可以應用嘅話就應用啦，冇信心應用或者唔應用住都冇問題，但係你有個意識嘅轉化先，有一啲認知上面你已經更新咗嘅，咁呢啲都係緊要嘅。咁希望我哋都可以繼續喺唔同嘅平台繼續交流啦，或者喺唔同嘅場合繼續去一齊去學習。呢個學習咧並不止於今天，亦都唔止於呢一件事嘅。咁希望都大家祝福大家，
喺唔同嘅狀態，或者你哋喺唔同嘅位置，都希望大家有一個安穩，有你需要嘅陪伴，有你需要嘅支持。咁我知道咧有一啲嘅 Q&A 咧，咁我今日咧未必會一一嘅回答啦。咁亦都真係有好多。咁我哋喺報名嘅時候咧，亦都收到好多嘅一啲嘅問題嘅。但係我哋咧會用其他嘅一啲渠道再去回答。係啦。咁其實今日嘅內容咧，我已經盡量回應咗大家嘅一啲內容㗎啦。咁所以暫時就係咁先，去到呢度，好好照顧自己，俾個空間自己去唞下氣，飲啖水。如果咧你即係唔介意嘅話咧，我哋可以一齊再呼吸3下，作為一個今次嘅完結，好嗎？我哋可以一齊鼻吸、口呼、鼻吸、口呼、鼻吸、口呼。感謝大家，咁就去到呢度啦。咁咧，我哋都會 close 呢一個。如果有啲乜嘢咧，可以透過 email 啊，或者 Instagram 啊，或者Facebook 啊，你哋都會揾到我哋嘅。咁都想大家知道，如果大家有需要嘅話咧，我哋都係非常之開放去傾唔同嘅一啲支援嘅方式嘅，不論係透過一啲更加深入嘅培訓也好，或者係製作一啲資源都好，咁我哋都好希望可以針對到社區嘅需要咯。好。咁就嚟到呢度啦，唔該晒。